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中原地產迎海分行 Elvis，今日嚟到馬鞍山迎海，同大家睇一個19座高層 A 單位，實用面積1379尺㗎，咁屬於一個4房2套1工人套嘅間隔嚟嘅。咁我企緊呢個位置咧，係一個客飯廳位置啦，客飯廳以一個環形開則啦。另外我最中意嗰個單位咧，就有呢個中西嘅廚房，係啦，轉頭同大家講解下。另外咧，第三個最中意呢個位置咧，就係中意呢個無敵大海景，係一個東北嘅海星灣景觀，係一個自然保護區永久開景嚟㗎。而家同大家睇片啦。好，事不宜遲，同大家睇下單位入邊感覺。今日介紹單位咧，實用面積1379尺。咁我大門玄關入到嚟呢個位置咧，係一個客飯廳位置。客飯廳咧係一個環形開則啦，採光度非常之高嘅。咁客廳個闊度咧大概6.7米啦，而呢個位置嘅深度咧大概4.4米左右。咁啱啱講過啦，客飯廳非常之分明㗎。我見到有啲老闆咧就飯廳啊，或者放啲按摩椅望翻出去非常之舒服。咁旁邊呢個位置咧可以放一個3人嘅梳化啦，就電視機跟去擺就放翻呢個位置。咁喺梳化望出嚟嘅感覺咧，就係望住呢個海星灣景觀。景觀係一個向一個東北嘅海星灣景。咁如果留意開北水嘅朋友啦，不妨約我睇樓啦。呢個係一個向北水嘅單位。今日天氣唔算太好，朝頭早有少少落過雨嘅。但係咧，而家我哋晏晝啦，大概4點左右啦，都有陽光入屋。遠處呢個位置咧係一個我哋叫做大埔嘅大美督啦，船灣淡水湖啦。前邊就係海星灣啦。遠處咧，如果天氣好啲，個雲清啲嘅話咧，望到大鵬灣嘅景觀非常之開揚。望翻嚟客飯廳位置，咁啱啱講過啦，呢個單位係一個中西嘅廚房設計啦。左手邊咧我就叫做西式嘅廚房啦，行一段時間可以享受咖啡，喺呢邊沖下咖啡，叮下啲嘢食，或者你夜晚啲時候咧就飲下紅酒。都非常之方便。另外咧，旁邊呢個位置咧，全部都係儲物，都係當日發展商交收標準。顏色個主調咧，以一個寶藍色嘅設計啦，非常之型格，再配上雲石嘅台面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去翻一個中式嘅廚房設計啦。旁邊儲物空間非常之足夠嘅。台面備餐區非常足夠啦，以一個 L 型開則啦。爐頭有3個啦，就有 Miller 嘅3件頭爐頭。跟住咧，我哋下邊咧仲有個焗爐啦，仲有最中意嘅家庭和諧號洗碗碟機、洗衣機、雙門嘅雪櫃。呢個就係蒸煮焗爐。雙星盤設計啦，每日洗碗就望緊呢一個感覺景觀，非常之開揚嘅。廚房旁邊後邊咧就有個工人姐姐房，姐姐房亦都有自己嘅冷氣機啦，同埋有自己獨立嘅套廁淋浴間嘅。睇完廚房位置啊，同大家睇下房型啦。今日介紹單位一個4房2套單位，先同大家睇一個第一間套房。套房亦都係咧望翻客廳個景觀一樣啦，都係個無敵嘅大海景。發展商恒基咧就設計咗一個 L 型曲尺窗啦，將東邊嘅海景咧都可以吸納過嚟。每日朝頭早陽光入屋咧，大概入射位陽光就係呢個位置。一樣啦，呢個位置足夠做到3邊落床。另外發展商配備咗入牆嘅衣櫃位置，有需要到時自己再配置翻。浴室位置係一個淋浴間設計，都係保持翻當日交收標準。客廳另一邊咧就係其他房型。
咁啊，側跟客廳位置咧，呢個位置就係浴室位置。浴室都係以一個雲石嘅設計啦，非常之簡潔舒服嘅。咁浴室對面呢個位置咧，可以當做書房或者小朋友嘅房間。咁一樣啦，都係望返同一個海景，非常之舒服。咁另外隔離呢個位置咧，就係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嘅設計非常之好。咁一樣啦。如果假設有啲客人咧就唔係好中意有個主人房有個窗喺後邊嘅，咁有啲客咧就會做翻個入牆衣櫃，封翻住呢個窗。咁床頭就望翻出嚟，就望住呢邊，係啦，個感覺 OK，床頭咁樣擺，係啦。咁景觀一樣啦，每日朝頭早起身咧就望緊呢一個感覺，非常舒服。咁老闆們咧，每日朝頭早唞下氣就有個工作平台。主人房浴室位置，淋浴間設計都係保留翻裝修標準。呢個位置咧係業主自己嘅後價嘅，做咗個儲物空間，非常之舒服。最後我哋去最後一間房，呢個位置可以做長輩房或者儲物室都可以。咁當然個扇窗咧就冇我哋啱啱睇個扇窗咁闊啦。咁但係都係望到海景嘅，非常舒服。大概呢個感覺。最後，如果大家想睇樓，歡迎預約我啦。我係中原 Alvis，拜拜。